这是一对雌雄宝珠，是官人特为你为爱妃准备的。看什么人，若是升仙太子，就入伊为朝阳奉护。下万岁。你为爱妃，今日乃是中秋佳节，来为官人干一杯。下万岁。娘娘，娘娘，贤妃，你是怎样？你酒醉心？无啦。无，要若安尼，你是身体无爽快咯？丹林，赶紧宣仪伊进来。唔免啦，万岁，身体无变。无变，无变，你的面色哪会这么苍白？万岁，身体是。娘娘。哦，原来是那呢，贤妃啊，你着赶紧回宫休息啊。唔免啦。娘娘，怎样？老妃，娘娘，你是怎样啊？身体是。皇上，老娘娘竟身有绝佳。啊！哈哈哈！太好啊！丹林，高必在，进义压，遵旨。老妃啊，我看着宣仪伊来给你安一个胎气啊。皇上啊，唔免啦。万岁，义压在此。这是一对雌雄宝珠，是官人特为你为爱妃准备的。看什么人，若是升仙太子，就入伊为朝阳奉护。下万岁。是当先下太子，就会当封为正宫皇后了。阮家梦想皇后的宝座，只希望会当为宋氏传宗接代，以报君意。娘娘啊，你心地这么啊善良，为人又阁慈悲，一定会生下太子。皇后的宝座一定是娘娘你的份啊！可
说本宫若是生下公主者，希望老娘娘伊会当生下太子，为君王传宗接代呀。娘娘，婢女有一句话，唔知影是毋是应该爱讲。你讲啊。伫咧中秋节迄一暗，皇上降下圣旨了后，我看老娘娘对娘娘你好像就真怨妒呢。这边哪会咧？你唔通黑白讲。娘娘啊，毋是我爱加讲话啦，人我讲的拢是真实的啊。敢会安尼？娘娘，人总是有私心的，何况阁是皇后的宝座，什么人无想要得到？老娘娘伊正是个娘娘，你比老娘娘怀孕在先，我想娘娘你还是着爱较小心咧。人伫咧讲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是不可无啊。娘娘，桂花，你到底有想办法啦无？哎呀，娘娘啊，你哪会遐尼急的？李宸妃虽然怀孕在身，也毋过毋知要生查某，遐只生查某是抑阁毋知呀。也伊若生太子咧，要安怎？娘娘，放心，李宸妃若生产太子者，奴婢自有安排。娘娘放心，李宸妃若生产太子者，奴婢自有安排。哎呀，等下伊太子若出世，已经伤慢了。原来你是娘娘的意思是？我爱你即阵，都爱受一个妥当的安排。哦，娘娘，要若是安尼死下，你要向皇上奏上一本。李宸妃在生产之时的，准你到玉神宫来照顾。到迄个时候，你马换太子。出来！扣子，你既然听到这件代志，你也参加一份。你若敢甲我泄露风声出去，
小心你的狗命！娘娘，你娘娘声呢？是查甫的查某，查甫的。内面什么人伫？无啊，即马拢无人啊。乔珠，将这牵仔甲我摕去等落去金水池，不用的互任何人发现，在天也未光的进前，就爱倒转来，有听到无？知影？紧去，小等下，不用的甲我摄漏半句的风声，若无这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是。叫你在天未明之前，赶紧离开皇宫。是。过怀，稳步爱别口。路边早有安排咯。皇上驾到！叩见皇上。爱妃平身，新妃敢是生产啊？是啊，是生凤梨吼。这那呢是生公主咯。爱妃为什么吞吞吐吐呢？新妃唔敢讲啊。唔敢讲。为什么唔敢讲？到底是生啥物啊？你娘娘是生。